可以了啦。戴紧啊，不然安全帽戴那么松干嘛？你这裤子那么多洞，你不会冷吗？不会啦，走了。哦，好，表演顺利哦。嗯。徐徐章，我爱你。小心哦。徐章。徐。你有前面一台机车。海边一个。哎，赶快继续准备啊！好。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可以入场吗？可以，赶快进去，谢谢。没关系，我打给我朋友就好。好。你不就是那个启章的朋友叶广吗？嗯，我是。你怎么？Benny，他我们朋友啊，等等开演直接让他进去就好。好 ，OK。阿正，你要准备了。好，先进去哦，等等见。交给你了。好。那你就先那边稍坐一下，待会儿带你进去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让心跟着自己逆风飞行，看最美的风景。当我成为星星，漂浮在银河里。妈妈